记者综合报道。昨有300多台多元客运车甲一般的客运车去包围交通部，因是抗议讲，松山机场原本要试办多元客运车卖当排班接机这个计划向法庭。因是质疑讲，这是因为交通部某一个处长和特定工会理事长食饭了后就法庭。抑个交通部是回应讲，唔是安尼，这是因为伊在讨论的时，会议顶头还有一寡反对的意见，交通部即摆还搁咧听各界意见。伫个车的窗弄插旗啊！遮会挂红色车牌多元客运车，下晡开始集合，尾也停伫咧交通部头前，甲规条路拢拆掉咧。多元客运车不管目前国内机场，敢若稳准温色车身的排班客运车，甲牙牌的租赁车进入机场特定区域接回国的人客。原本交通部已经按算伫咧台北松山机场划出专区，试办多元客运车会当载入回程机的旅客，不过却是临时活动点。我原本的客人，我要去送他机没有问题，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开着我的车去接机呢？我们只能送不能接，那是不合理的。这是以前的那个制度了啦，但是说100年不改不对啦。活动空间的所谓平台，已约接送就业人员产业工会指出，世界各国的机场拢开放网络叫车，不过台湾多元客运车目前敢若会当送，袂当接，才会提案要求交通部先伫咧松山机场试办，停单接人的专区拢已经规划好势。不过即马煞向发要动点，工会讲是交通部的处长，甲某一个工会理事长食饭了后，就放过这个试办的计划，牺牲2万多架多元客运车的权益。这位理事长他还跟所有现场的人说，我们跟市长吃饭的时候有特别谈松山机场。他们吃了饭以后，我们所有松山机场的计划全部被暂停。这个也牵涉到机场排班计程车以及小客车租赁业的这个权益哈，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但是在5月26号的讨论，事实上反对声音非常的大。交通部强调讲，5月2日，邮民航局多元客运车甲租赁车等的相关工会开会讨论松山机场试办多元客运车接机的计划。不过因为会议顶悬反对的声音真大，才会暂时冻点。会有工会爱理性讨论，也若300多架抗议的车辆，要按嘛采取行政院的4库例啊，以慢速实行方式来表达因的诉求。而且讲交通部若是无好好处理，就要持续去交通部头前真正抗议。记者综合报道。